你是否明明才60岁，却感觉像70岁那样疲惫不堪？让我跟你分享一位客户林女士 M.S. Lin 的故事。63岁那年，她觉得每天就像在水泥地里艰难跋涉一样。她一早醒来就感到精疲力竭，甚至在午餐前就需要小睡片刻。她的一生告诉她，这只是单纯的老化现象。但请暂停一下，在对早餐做了一个简单的改变后，林女士现在不仅经营一个社区读书会，每周当2次志工，体力甚至好过她的孙子们。她拥有了庞佛40岁女性的活力。这里要大胆地告诉各位，每天早上感到的疲劳、脑雾和缺乏动力，并不是老化的必经之路，这是一种选择，一个由你在早上10点前吃进身体的东西所决定的选择。作为一名钻研银发族细胞活力与新陈代谢长达20年的研究者，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：身价数10亿的加工食品产业不想让你知道，你所依赖的那些麦片、吐司和含糖优格正在主动耗尽你的生命力、元气。今天我要揭示3种具体的早餐配方，这是一个能让青春修复、营养素充盈你全身系统的晨间能量三角。这就是改变林女士生活的简单代谢修复法，它也能改变你的人生。但首先，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很重要，以及你目前的早餐是如何让你注定失败的。请跟上我的思路，因为这背后的科学原理非常迷人。老实说，像许多人一样，你的晨间例行公事是一场挣扎。你可能凌晨3点就醒来，伴随着不宁腿症候群 （restless legs）， 或者你按了4次贪睡按钮，对新的一天感到恐惧。你倒了第3杯咖啡，感觉却像已经跑了一场马拉松。你知道早餐后那种沉重的下沉感吗？那种大脑直接当机的感觉。这不是你变老的迹象，这是你的身体在一天的开始就在对抗巨大的糖分和发炎反应的迹象。看看统计数据，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，71%的60岁以上成年人报告有持续性的日常疲劳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些人中有超过47%的人吃的是高碳水化合物、低蛋白质的早餐。恶性循环是这样的：你吃了一顿高糖、低纤维的早餐，试想一下吐司、马芬蛋糕或一碗加糖的麦片，你的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飙升。你的身体随即释放大量的胰岛素使图，将其压下来。当你的血糖崩跌时，那就是疲惫感的来源，那就是脑雾，那就是突然极度渴望更多糖分或咖啡因的原因。而那种急剧的飙升和崩跌是具有发炎性的，这正是驱动慢性疼痛和加速细胞老化的元凶。研究人员发现，早餐的选择直接影响你的压力荷尔蒙反应。当你早上吃得不好，你的压力整天都会居高不下，使你处于压力状态，让身体无法进行修复和恢复。你基本上是在将劣质燃料注入一台精密吊整的机器中，却期待它有巅峰表现，这是行不通的。食品业向你推销的是快速能量解决方案，但实际上那只是快速崩盘的捷径。现在让我向你展示简单优雅的解决方案。我们要反转这个剧本，我们要安装一套代谢火箭燃料系统，给你持久的一整天活力。我即将分享的内容改变了成千上万我曾帮助过的人。让我们从我最喜欢的开始。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食物，但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来吃它。燕麦，不是那种即食燕麦片，那基本上就是磨碎的糖。我说的是钢切燕麦 （steel cut oats） 或传统大燕麦片 （old-fashioned rolled oats）。为什么它有效？燕麦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的宝库，特别是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 （beta-glucan） 的物质。
这不仅仅是让你排便顺畅的纤维，这种纤维会在你的胃里形成凝胶，其科学机制在于这个种凝胶有2个作用。首先，它显着减缓食物中糖分的吸收，创造出长效、温和且持续的能量释放，没有飙升，也没有崩跌。其次，它作为益生元 （prebiotic） 喂养你的肠道益生菌。为什么？肠道对能量很重要。你的肠道是产生90%快乐荷尔蒙的地方。健康的肠道意味着更好的情绪、更少的发炎和关键的能量调节。一项研究显示，每天食用贝塔葡聚糖的参与者，在短短6周后，发炎症状减少了15%。这意味着更少的疼痛，更多的能量。但让研究人员惊讶的是，单吃燕麦是不够的，你需要燕麦双重奏，你必须将燕麦与高脂肪、高蛋白质的配料结合，这是解锁逆龄效果的关键。准备技巧和剂量方面，目标是半杯前燕麦，用水或无糖杏仁奶煮熟，接着是能量配料，拌入1汤匙奇亚籽 （chia seeds） 或亚麻籽粉，以获得健康的抗发炎脂肪。再加入2汤匙切碎的核桃或胡桃，以促进蛋白质摄取和脑部健康。时间点上，请在醒来后1小时内食用。这个将为你一整天的血糖基线定调。这里有一个快速食谱：抗发炎燕麦碗，半杯煮熟的刚切燕麦，1/4杯蓝莓，抗氧化之王，2汤匙奇亚籽，2汤匙切碎的核桃。再撒上1点肉桂粉，天然的血糖调节剂。我有位病人法兰克，一位退休会计师，过去常在上午感到极度疲倦，他将含糖麦片换成了这碗燕麦。根据我们的追踪数据，他下午的能量水平提高了47%。这不仅仅是感觉好一点，而是巨大的、可测量的改变。燕麦双重奏很棒，但如果你时间紧迫或者咀嚼有困难，那么我的下一个代谢解决方案更强大，而且2分钟就能做好。请跟上我，因为这个果昔食谱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这是我的秘密武器，专为那些想要感觉像打了能量针但又不会心悸的人准备的。我称之为粒线体果昔。粒线体是你每个细胞内的能量工厂。当你老化时，这些工厂开始生锈并变慢。保持年轻的秘诀是提供它们全速运转所需的精确营养素，关键成分是菠菜和酪梨。是的，我知道这是绿色果昔，但我们这样做是有目的的。科学机制上，我们专注于镁 （magnesium） 和多酚 （polyphenols）。菠菜富含镁，这是细胞内许多能量产生反应的关键助手。酪梨则提供身体所需的健康脂肪，以吸收那些脂溶性维生素，并让你有饱足感直到午餐。大多数人忽略了这一点，但这至关重要。如果你只喝水果和冰块，你只是在为另一次糖分崩盘做准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将其制成完整的抗衰老餐。完整的粒线体果昔食谱如下：绿色蔬菜部分，1杯新鲜有机菠菜，提供镁和叶酸；健康脂肪部分，1/4颗酪梨，提供缓释能量和帮助吸收；蛋白质来源，1匙无调味胶原蛋白胜肽或半杯希腊优格，这是鸡肉的基石；一体基底，1杯无糖椰奶或杏仁奶，风味抗氧化剂，半杯冷冻莓果，低糖高抗氧化。最后是秘密增效剂1小撮卡宴辣椒粉 （Cayenne pepper）。为什么要加辣椒粉？辣椒含有一种天然化合物，已被证实能暂时提高身体燃烧能量的能力，并促进大脑的健康血液流动。它是你内部引擎的小火星塞。一项长期研究证实，富含植物性化合物，如莓果和菠菜中的那些的饮食，
与减少高达28%的老化相关认知衰退直接相关。这就是清晰记忆力与令人沮丧的脑雾之间的区别。关于剂量和时间，请将此作为你唯一的早餐替代品。它让你的消化系统得以休息，同时让细胞充满燃料。它便于携带，对胃部负担小丝代谢的游戏规则改变着。但是，如果你是传统主义者怎么办？如果你需要闲食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有一个蛋白致癌课技巧，感觉像是疗愈食物，但提供的能量比双份浓缩咖啡还强。这下一个方案对肌肉保留更具威力。欢迎来到精瘦蛋白质重置法。几十年来，我们被告知要限制鸡蛋中的脂肪摄取，那是一个错误。对于60岁以上的族群来说，蛋白质是最被忽视且最关键的营养素。问题在于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会流失肌肉量，肌少症，肌肉减少意味着新陈代谢降低、力量减弱和更多疲劳。你的身体需要在早晨接收高品质的蛋白质讯号，告诉肌肉该构建和修复了。解决方案是优质鸡蛋含瘦肉。科学机制在于白氨酸 leucine， 鸡蛋特别富含一种叫做白氨酸的肌肉构建成分。白氨酸是启动肌肉修复的扳机，你需要摄取足够高的剂量才能获得这个肌肉构建讯号。那是指多少蛋白质？这意味着你早餐至少需要吃3颗全蛋，是3颗，不是1颗，也不是纯蛋白欧姆蛋。一项针对65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显示，早餐摄取30克蛋白质的人，在12周内的肌肉保留率比仅摄取10克的人高出40%。但等着看我为你的炒蛋准备的秘密成分。完整的精瘦蛋白质重置餐，包括蛋白质基底3颗全蛋、炒蛋、水波蛋或意式烘蛋皆可。精瘦增强剂可选蛋推荐2盎司优质火鸡、培根或切成薄片的鲑鱼。秘密成分姜黄。在烹饪时，将1/4茶匙的姜黄粉拌入炒蛋中。为什么是姜黄？姜黄含有一种叫做姜黄素 curcumin 的化合物，这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抗发炎化合物之一。发炎是能量和关节健康的隐形杀手。以姜黄素开始新的一天，就像服用了一颗对抗全身发炎的抗衰老药丸。准备技巧：不要害怕蛋黄。蛋黄含有对大脑健康和记忆力至关重要的营养素，旧的建议是有缺陷的。时间点方面，这一餐消化稍慢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它提供了稳定、强劲的能量来源，可以支持你完成锻炼或度过一个高效的早晨。我认识一位退休教授，他以前抱孙子都很吃力，而且讨厌果昔。我们让他改吃4颗鸡蛋加鲑鱼的早餐，不仅他的体力改善了，他在1个月内自觉的头脑清晰度也提高了60%。蛋白质滋养大脑的程度不亚于滋养肌肉。这3种食物是基础，但还有关键的第4个要素，一个额外的奖励，以及一个可能毁掉你所有努力的警告。这部分非常有趣，请继续看下去。我们以精含、钙疗、燕麦、双重奏、立腺提果、稀含精瘦蛋白质重置。但真正顶尖的表现者，那些60岁以上却真心感觉像40岁的人，遵循一个特定的矩阵来确保一整天的能量，而不仅仅是早晨的能量。这就是活力矩阵的4大支柱：抗发炎基地、代谢触发器、水分启动剂、肠道屏障护盾。支柱3：水分启动剂，这是大多数人忽略的。你整晚都在进食，你的身体处于脱水状，喝白开水很好，但不是最佳选择。诀窍是在早餐前喝16盎司约470毫升的水，加入半颗柠檬的汁和1小撮海盐。科学原理是
柠檬提供温和的肝脏净化病，富含维生素 C。海盐提供必要的矿物质和电解质，帮助你的细胞真正吸收水分。这比任何咖啡因冲击都能更好地唤醒你的神经系统和细胞功能。明天试试看，这会带来巨大的改变。支柱4：肠道屏障护盾。你的肠道内壁是身体的第一道防线，当它受损时，发炎粒子会溢出到血液中，导致慢性疲劳和关节疼痛。护盾就是大骨汤 （bone broth）。为什么是大骨汤？它富含天然化合物，这些是修复和密封肠道内壁的实际构件块。把它想成是在修补身体、保护屏障上的漏洞。如何使用？在餐前喝半杯温热的优质大骨汤，或将其作为刚切燕麦的液体基底。请跟上我，因为下一个食物非常简单，但它增加的能量会让你震惊。最色后的营养补充巴西坚果，这些技术上是食物，但作用像强效补充剂。关键营养素是硒 （selenium）。为什么是硒？硒对于甲状腺荷尔蒙的产生绝对至关重要。你的甲状腺是新陈代谢和能量水平的主线体。甲状腺迟缓等于身体迟缓。剂量每天只吃2颗巴西坚果，它们非常强效，2颗就能提供你每日所需的全部硒含量，不要过量。2颗是神奇数字。比较一下前后的情境，想象你旧的早餐、咖啡、糕点或吐司，结果血糖飙升、崩盘、脑雾、关节僵硬。现在想象活力矩阵、水分启动、柠檬海盐水、肠道护盾、大骨汤和精瘦蛋白质重置3颗蛋加姜黄。结果稳定的血糖、抗发炎流动、立即的肌肉修复讯号，以及持续的头脑清晰。这就是熬过60岁和在60岁时茁壮成长的区别。现在如承诺过的有一个关键警告，这种常见的健康食品可能会抵消晨间能量三角的所有好处。在听到我的警告之前，别碰这个关键警告，小心健康陷阱。食品业销售许多看起来健康，但实际上是代谢陷阱的产品。我说的是底部有果酱的低脂优格。问题在于，当它们去除脂肪以制成低脂产品时，必须用某些东西来替代，以保持口感。那个东西几乎总是大量的添加糖。大多数人忽略的是，一个典型的6盎司水果口味低脂优格容器可能含有高达25克的糖，这相当于一整条糖果棒的糖分。你以为你在吃富含蛋白质、强健骨骼的早餐，但你实际上是在飙升血糖、助长发炎，并导致我们试图避免的那种崩盘。解决方案是，如果你一定要吃优格，请选择原味全脂希腊优格。脂肪有助于减缓糖分吸收，而且希腊优格的关键蛋白质含量要高得多。然后你可以自己加几颗新鲜莓果和少许蜂蜜来调味，由你自己掌控。额外提示：肉桂。最后一个简单的红利：每天早上在你的燕麦咖啡或优格上撒半茶匙肉桂粉。肉桂是一种神奇的天然化合物，已被证明能改善身体处理食物糖分的方式。它帮助你的身体更有效地管理血糖，意味着整天能量更稳定。这种正确食物、正确时间点以及避免陷阱的组合，就是感觉年轻20岁的蓝图。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，要在60岁后解锁全天能量，你必须做到支柱1，用强效的燕麦双重奏滋养肠道并减缓糖分吸收；支柱2，用立腺体果昔中的脂肪、蛋白质和营养素启动你的细胞引擎；支柱3，用精瘦蛋白质重置3颗以上鸡蛋，发送强大的肌肉构建讯号；支柱4，
避免低脂优格中的隐藏糖分。这不是关于节食，这是关于为你的未来加油。你值得带着你已为已经失去的精力和活力，度过你的60岁、70岁和80岁。这一切从你的下一顿早餐开始。如果你准备好掌控自己的健康并获得更多抗衰老的智慧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健康社群。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明天你会先尝试哪一种早餐配方？燕麦果昔还是鸡蛋？开启强壮的一天，掌控你的能量并重拾活力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